組合商品。組合商品就係指將兩種或者多種貨品捆綁埋一齊賣嘅銷售方式。組合商品只能夠設定一個固定零售價，可以係固定捆綁貨品，或者係可以自由揀嘅捆綁貨品俾客人買。添加組合商品。組合商品就係將兩件具體嘅貨品組合埋一齊之後再賣。例如，將下圖中的已經添加的原味薯片和芒果味薯片設置成組合商品。打開 CMS， 點擊商品，點擊組合商品，點擊新增，添加新的組合商品。編輯頁籤一般，分類同相片中的內容，編輯方法跟零售商品嘅做法一樣。組合商品個名可以用組合商品嘅方式嚟命名，例如某某套裝或者某某大禮包。編輯完頁籤一般，分類以及圖片中的內容後，點擊頁籤組合詳情，點擊右側的選擇商品組合條件，在組合商品中新增第一個條件。這裏的條件指的是組合商品中一個商品的選擇範圍，例如某個組合商品中有兩個條件，顧客需要在每個條件商家設定的商品選擇範圍中各選擇一個商品，最終組合購買選擇的兩個商品。可以在包括欄裏選擇上劃分到可選商品範圍中的商品，也可以在包括欄裏選擇全部商品或某一類別的商品，再在不包括欄裏選擇不需要的商品。如果條件之中都只有一個商品可選，那麼就屬於固定組合商品；如果條件之中有多個商品可選，那麼就屬於靈活組合商品。選擇完之後可以修改條件名稱。數量用於設置可選商品數量，設置數量為1則限選1件，設置為2則可選2件，以此類推。編輯完第一個條件後，再次點擊選擇商品組合條件，按同樣的方法編輯第二個條件。若組合商品中有不止兩個條件，重複上述操作即可繼續添加。編輯好售價與退貨設定，點擊儲存。儲存成功後，可以看到組合商品記錄。備註：組合商品中只要有一個商品是預售，則組合商品顯示為預售。固定組合時，組合商品中只要有一個商品缺貨，則前中顯示缺貨狀態。靈活組合時，任何一組商品所有庫存都少於或者等於安全庫存時，顯示缺貨。扣減庫存時，同時扣減組合同每個商品的庫存。組合商品的庫存取決於組合內庫存最少的商品的庫存，例如 A 商品庫存為10，B 商品庫存為10，那麼他們的組合商品庫存為10。若 A 商品庫存為10，B 商品庫存為5，則組合商品的庫存顯示為5。編輯組合商品。若需要重新編輯已經創建的商品，打開 CMS， 點擊商品，點擊組合商品，揾到你想重新編輯嘅組合商品，點擊右邊的檢視圖標，進入編輯頁面，可對此商品的各項信息和設定重新進行編輯。編輯完畢，點擊右上角的儲存，複製組合商品，打開 CMS， 點擊商品，點擊組合商品，揾到需要複製嘅組合商品，點擊右邊的檢視圖標，進入編輯頁面。進入編輯頁面後，點擊右上角嘅複製。複製出嚟嘅商品會自動喺原本嘅商品編號後面加 copy， 你可以自己修改個新商品編號。點擊右上角儲存。我們可以看到商品已成功被複製。組合商品上下架。下架商品。打開 CMS， 點擊商品，點擊組合商品，揾到目標組合商品，點擊佢右邊嘅下架按鈕，選擇是就可以完成商品下架。重新上架下架商品。打開 CMS， 點擊商品，點擊零售商品，將顯示已下架商品設定為是。揾到目標商品，點擊佢右邊嘅上架按鈕，確認之後，件商品就已經完成上架。